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2月初4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路得記第2章第1節到16節，路加福音第5章第1節到第6節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使命。基督徒呢，要咱干那求得到福氣，唔接受到呼召甲差遣，無有使命感。最近，甲幾位的牧者咧彼此分享，一牧者攏表示，佇牧會頂懸上大的困難，就是佇教會內底呢，有一寡人無啥物參加聚會，嘛無有特別奉獻，佮較免講參與服侍啦吼。但是對佇教會事工卻常常提出意見，對佇教會發展，通常這是因攏是上反對的。所以呢，對佇教會發展，才會攏誠做上大的進步的大概。好像親像路得，伊願意承受上帝呼召，願意看重上帝予伊的使命，這種的人結成無濟。親像波阿斯同款，看重着家己的使命，願意承擔責任的人，這種才是教會上需要的同工。提時無願意承擔，總是干那出意見，對教會無有委身認同，這是教會上大的大概。路得記第2章第1節到16節記載着波阿斯對家己使命的了解甲委身。拿俄米有一個親情，名叫做波阿斯，是大財主，是伊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。摩押的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講：我想要去園裡，來通對我親切的人後面來抾麥穗。拿俄米就對伊講：查某囝，做你去。伊就去園裡，對在收割的人後面來抾麥穗。真拄好，這區園就是以利米勒親族波阿斯的。拄迄時，波阿斯對伯利恆來，伊對收割的人講：願上主甲你同在。因就應講：願上主賜福你。波阿斯問收割的工頭講：這個少年查某囡仔是啥物人引導的？收割的工頭就應講：這個摩押的女子對拿俄米對摩押地轉來。又講：准我佇收割的人後面來抾落來的麥穗。伊對早起時無用到單，拄一陣時休困，一時安尼定。波阿斯就對路得講：查某囝，我甲你講，毋通去別人的園墼，嘛毋通離開這，着對我的女工對呼召。看工人佇倒位一區在收割，就綴女工後面抾。我已經吩咐工人袂用得甲你創治，你喙焦的時去水桶遐啉工人腸內的水。路得就跑入去，跪落塗骹對伊講：你哪會對我這麼好，這麼關心我這個外國人？波阿斯就因伊講：你的丈夫死了後，你對大家所做的一切，人攏甲我講啊！你離開你的父母甲故鄉，來住佇這個生分的人的中間，願上帝照你所做的報答你。你來上主以色列上帝實果的避難，對你願你對伊得到滿滿的報賞。路得應講：你對我這麼好，雖然我做你的女婢嘛袂甘得。你要顧安慰我，佮對我你的女婢輕聲講好話。食飯的時，波阿斯對伊講：來食，摕來食麵包穩醋食。路得就第二收割的人身軀邊，波阿斯摕備好的麥仔予伊，伊食飽佮有剩。伊爬起來佮去抾麥穗，波阿斯就吩咐伊的工人講：伊若要抾佇麥穗中間抾，嘛毋通甲伊動，害伊見笑，
恁有甚至有对即个被困中间抽一寡来，互伊毋通甲伊责备。耶稣基督咧呼召彼得因4个人来过跟对伊的时，因才对家己的生活的工作顶悬经历着上帝的呼召。因为因透暝咧掠着鱼仔了后，就听趁耶稣基督的命令，将网仔拍伫最深的所在，因却收到济满出来鱼。因经历着领受呼召、实践使命、信任的结果。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6节记载，有一遍耶稣徛伫革尼撒勒湖的边仔，有一群人围过要来听上帝的话。伊看到2只船停伫湖边，掠鱼仔的离开船伫西望。其中一只是西门的，耶稣上迄只船就叫伊过小可离开岸，然后坐落去，对船顶来驾驶证人。耶稣讲煞对西门讲，甲船过去深的所在，拍网落去掠鱼。西门应讲，老师，阮拍拼规暝拢掠无，毋过你既然拢讲啦，我就来落网。因一个放落去，网就网着真济鱼，网线强被破去。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，毋通怨妒行为不义的人，因为因亲像草，真紧就干去，亲像青翠的花草凋去，着换靠上主来做好，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。着因为上主来欢喜，伊会满足你的心愿。着将你的路途交托上主，换靠伊，伊会甲你成全。伊会互你的义真像光发出，你的正直真像中昼的日头。着静静伫上主面前吞忍听候，毋通因为歹人的计谋成功来不平。毋通生气，着气煞大受气；毋通不平，才免低到做歹。因为做歹的人拢会受造灭，听候上主的人会成就所应允的土地。歹人就真紧会无去，你详细查你的所在嘛找袂着。毋过谦卑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，享受繁荣平安。歹人设计要害义人，痛恨伊，对伊来加个切去，主会甲伊踢笑，因为知伊受报应的日子特别到。歹人背倒开弓，要拍倒困苦散车的人，杀死行为正直的人，因的刀会插入去家己的心，因的弓会受压制。义人所有的虽然真少，嘛比歹人有真济财富较好。歹人的手骨会受压制，毋过上主扶持义人。讲求主帮助阮，诚做蒙恩得福、领受呼召、找见佮有使命的基督徒，阮会当诚做别人的帮衬，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